为什么要把被俘叠成豆腐块？特别简单，让服从命令成为一种下意识，拒绝挣扎。什么意思呢？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是特别没有价值的一件事，但是我就让没有价值的事你不断的重复，最后把没价值的事做成了完全的下意识的一种习惯，一种条件反射了。那么最后你在战场上听到命令的那一刻，你才不会质疑，你才会直接的往上冲。所以套用管理上的一句话说的悬一点，要通过一系列无效率的事提高效率。你真正想提高效率，一定是做出好多看似毫无效率的事情。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些东西上升到一种更好的一种思想的高度去分析和判断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报告伯伯，我是陈子涵，我是黄埔特训的一名战士。我承诺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都将全力以赴，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请求通过，请求通过，请求通过。记住你所说的，你确定你准备好了？确定。对自己承认、负责任，对你的父母、对你的教官、对你的指导员，更是对整个班级的所有的营员。这不仅仅是一段闯关考历，更是你内心深处给予自己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告诉我，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再来一遍。报告伯伯，我是陈子涵，我是黄埔特训的一名战士。我承诺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将坚持到底，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将全力以赴，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请求通过，请求通过，请求通过。再来一遍。报告伯伯，我是陈子涵，我是黄埔特训的一名战士。我承诺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都将全力以赴，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请求通过，请求通过，请求通过。通过。谁说站在等你的才算英雄？加油！